1月14號港田 MMA 又嚟了啦！今次發生嘅地點係鑽石山站喎，出場嘅選手就係一位斷片大叔同一位少年。斷片大叔憑住一身酒氣同埋一套後生仔原罪論，成功喺社交平台上面刷出咗新嘅高度，亦都令我哋呢一班平民百姓再一次深刻反思，原來喺香港搭地鐵，屁股坐邊度都唔係取決於你有冇俾錢，而係取決於你嘅出生年月日。咁一樣啦，喺未開始之前，如果大家未訂閱嘅，請幫手訂閱啦，請讚好及分享俾朋友。如果有時間嘅話，請幫我手睇晒啲廣告，多謝大家。成件事嘅開端就係呢位斷片大叔可能飲得太多，或者係酒精激發咗佢內心嗰種長輩至上嘅英雄主義。佢一坐低就睇唔過眼隔籬嗰兩個僆仔有得坐。喺佢嘅平行時空入邊，後生仔嘅雙腳應該係鈦合金做嘅，唔會攰，唔會痛，更加唔配有凳坐啊！我哋去片睇下啦。咁中意影就影啦，買到東張西望啦，係打手區，唔會買東張西望。同我喺面前刪咗佢，係咪要玩晒佢啊？係咪要我揾律師啊？我話緊你啊！喂，幫我報警啊！係，報啦！你同我刪除啊！我唔使睇，咁你又話你做啲咩？你自己知道，同我打，要打交就出嚟打，要打同我打。而家嘅後生仔真係唔係省油嘅燈㗎，唔再係以前嗰種俾人鬧兩句就低頭望地嘅鵪鶉。當中其中一位少年駁咗佢兩句之後，大叔嘅自尊心瞬間好似一個充滿氣嘅氣球，被針拮咗一下咁，當場就發爛渣啦。當少年開始攞手機拍片自保嘅時候，阿大叔竟然識得講肖像權喎，仲威脅話要揾律師。我真係好想見識下係邊位大狀會接呢一單，因為我叫人唔好坐低，但我又鬧緊人，所以人哋影我係侵犯我嘅權利嘅天才官司呢。佢仲喺度大叫，叫人打去東張西望喎。睇嚟佢覺得只要上咗電視，佢嗰種廢老式正義就可以得到全港市民嘅認可。阿叔，你諗真啲喎，成為可伯 2.0 咪仲衰？阿大叔仲要喺架車入邊不停咁係咁講，係咪要玩大佢啊？呢一種語氣令我諗起啲細路仔去公園玩輸咗，就話要叫阿爸阿媽嚟咁。佢一邊叫人刪咗條片佢，一邊就話我唔使查你手機，你做咗啲咩你自己知。即係話其實佢根本就唔需要證據，只要我唔尷尬，尷尬就係人哋啦。完全唔覺得自己喺公眾地方大吵大鬧係一種擾亂，反而覺得自己係法治嘅捍衛者。要少年即刻喺佢面前消失，最好就人間蒸發啦。好彩呢個社會雖然有癲佬，但亦都有正常人。咁片中嗰位眼鏡哥哥簡直係成場鬧劇入邊嘅清泉，佢就唔係用暴力去制止，而係一個好似專業嘅守門員咁。大叔移咗佢就移咗，大叔移右佢就移右，用肉身擋喺兩方嘅中間。呢位眼鏡哥哥提醒咗我哋，面對無理取鬧嘅人，最高級嘅反擊唔係鬥大聲，而係要用一種我就靜靜咁睇你表演嘅態度去保護弱小。呢件事呢，亦都引發咗唔同嘅網民嘅評論啦，紛紛喺度留言鬧爆大叔欺善怕惡。其實大家心入邊都好清楚，大叔之所以夠膽咁大聲去鬧人，係因為佢覺得呢兩個後生仔好恰。如果換着係一個大隻佬坐喺佢隔籬，我諗佢連酒都即刻醒埋啊，可能仲會好客氣咁講嘢添。你仲針對年輕人嘅長輩霸凌，喺香港真係好常見，好多好似大叔咁嘅人，覺得自己年紀大就大晒啦。覺得年輕人一定要卑躬屈膝，佢哋唔記得咗尊重係互相嘅，唔係按住年齡嚟自動配給。
如果你連基本嘅禮貌同法治意識都冇，憑咩叫人哋尊重你呢？少年喺社交平台上面嘅感慨，亦都好值得我哋反思。佢話原本覺得呢啲事係假嘅，佢就好唔好彩咁樣親身經歷咗一次。呢一句說話其實都幾悲哀噶，反映出而家年輕一代對於呢個社會廢老文化已經有一種心理預期，但當真實發生喺自己身上嘅時候，嗰種嘅衝擊力依然都係好大。點解要無端端承受一個陌生人嘅負面情緒同埋言語嘅攻擊呢？如果佢哋呢啲邏輯通過咗，咁香港嘅文明就真係退步咗唔止100年啦。講到尾，其實呢啲事件都係重複咁提緊大家一直以嚟累積嘅壓力問題，係時候要揾一啲唔影響人嘅方法去釋放，而選擇咗用最極端、最無理嘅方法去宣洩呢，往往係最唔可取嘅。好似片中嘅大叔，可能生活唔如意，可能壓力大，但呢啲都唔係佢可以隨便喺地鐵恰細路嘅藉口。佢嗰句後生仔錯咩嘢，其實或者係一種心理嘅妒忌，妒忌年輕人嘅活力，妒忌佢哋仲有好多嘅可能性。而大叔就可能淨係剩翻酒精同埋對於過去嘅固執。佢試圖透過打壓後生仔嚟換翻少少存在感，點知最後換嚟嘅係全港市民嘅公審同埋臭名遠播。咁好明顯，最後嘅憤怒唔單止冇消失，壓力仲會越嚟越多，即係話衝突嘅本身都冇幫你解決過壓力嘅問題，反而係將你推向一個更加孤立嘅深淵。要真正解決壓力，關鍵係要學識同自己和解。如果用翻今集嘅大叔嚟講，佢能夠放低到嗰份無謂嘅自尊，明白到每個人都有權利坐低搭車，或者佢個心情會平靜得多。呢件事亦都係一個警示，當我哋覺得好嬲，想搵人出氣嘅時候，不如先停一停，諗下呢一份怒火到底係源於對方，定係源於自己內心嗰份無處安放嘅空虛呢？唯有學識尊重他人，先可以贏返人哋對自己嘅尊重。與其喺地鐵入面做一啲令人側目嘅廢佬，不如諗下點樣喺餘下嘅日子揾返一啲真正令自己快樂有意義嘅嗜好。畢竟宣洩只可以帶嚟一時嘅快感，但其實內心嘅平靜先係抵抗生活壓力嘅唯一良藥。如果大家都中意我嘅片，請 CLS 啦。